哦，在盐水永城戏院要举办影展，那是福尔摩沙电影橱窗那个公司举办的，把那个台湾参加世界影展的影片呢播放给大家看，免费的呢。10月7号礼拜六下午1点半到4点已经演了那个《动物维加斯》了，替身未央歌烟了，山顶上的杰克之爱。10月8号下午有梦想贩卖机7点半的太空人荣耀首选训练班。下礼拜六、下礼拜天都可以再看到影展哦。礼拜六、下礼拜六喷嚏少女，12月31游泳，熊面包侠。一整个下午就可以看这么多影片，都免费看的嘞。就感谢做文化建设工作。10月22下礼拜天呢，东京国际电影节，台湾映画周呢，就在盐水的这个永城戏院免费看这个影片呢，国际水准的参加国际影展的影片呢，胡子的、杨正的、早期鳄鱼的、消波块很多。